中选会伫今日举办这总统大选投号码，郭文德抽到1号，赖清德抽到2号，然后侯友宜是抽到3号。郭文德毋但亲身来抽，也批评赖清德故处违建的争议，也讲这已经是诚信的问题啊。萧美琴下晡是去到新竹的台积电创新馆参访，要拼特区的选票。然后侯友宜下晡是提出各方外交政见，也讲到军人爱加薪水的议题。义无反顾拼一次，最能选择选1号。中选会11早起举办总统候选人号处抽签，结果出来，民进党正副总统候选人郭文德、吴欣盈抽到1号，民进党赖清德、萧美琴2号，国民党侯友宜、赵少康是3号。郭文德亲自前往中选会提出复位，佮批赖清德违建争议是诚信问题。就好像在讨论那个吴欣盈的国籍嘛，你资料拿出来就好了啊。他到现在为止，那个缴税的记录到现在是不肯拿出来啊。所以这个问题，我认为已经不是违建的问题了，是诚信的问题。完成号处抽签，民进党萧美琴下昼前进新竹台积电创新馆参访，抢攻科技选票。对外界烦恼护国新山，台积电布局全球人才加技术的防乌空，却赢变作美积电。萧美琴补贴，台积电第一个字都是台。台积电的第一个字就是台，那台积电永远都是台湾的台积电，在我们能够信任的伙伴的国家里面做持续的扩张扩大，那在全球的市场上占有更重要的关键角色。另外，政策上安怎支持？萧美琴表示，避免相同扣税、跨境人才布局，拢有真大的帮助。那国民党侯友宜也提出各方外交政策，包括建国国家安全战略，军人加薪100亿。那93军人节要改做全民敬军节，全国放假等。100亿加薪里面最重要的战斗单位的志愿役，每个月我最少给他加薪1万元。93军人节，我们要改为全民敬军节。为表敬意，全国放假。侯友宜表示，一旦当选，会伫就20个月内公布国家安全战略，将3D战略具体化。国防以强化国防、协助战争为原则。外交部分是金融外交、印太睦邻、平等互利、民主永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